请看一下这个，它这里要接一根电源线，这里有红黑线，这里是它这个红黑线转到这里来的，这个是 OK 的，正在充电。或者我从开始操作给你看一下。它这里一定要插这三根线都要插到充电器上，它那个充电器跟这个充电器是差不多的原理的，它一定要接这些线接上去，它才可以。你看，现在是它的用1.5安充14.8伏的电池，然后 Enter， 这个是 OK 的 ，Confirm。然后它现在就在充了，现在就在充，要慢慢充。